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7月29早起新闻，我是麦松莹。头起身，咱个是要来关心这个风台杜苏芮经过，平湖是海水倒急，停车场淹水，金门遥8,000户失电，伫个昨已经恢复7成。另外，咱的小三通今仔日中昼进程拢是暂停的。气象局伫个昨下晡5点半的时阵，已经解除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不过，即马的这个第6号的风台卡努，伫个昨已经形成，预计未直接影响台湾。港边的大涌一波一波爬起来，今仔画面伫金门寮路港，受到风台影响，岛内各地不断有灾情。风真透，甲厝的铁片拢吹起来，场面真惊险。水头尾头，浦东的连结桥也继续登去落入海内底。更澎湖强风吹甲掀开，连金门总兵署100年的青仔树也倒去，工地围篱也被吹倒去，大型看板落到路中央。当地吹到12级以上的强阵风，有骑车的人无好出门，车拢看袂使，大头外口的物件吹到东倒西歪。坏掉是到还是一个是东西，就是整个还要大整理啊。此时风雨真强，当地民众也发现有5只米风台米甲拄伫涂骹，是不是传出变电箱爆炸？消防甲台电人员来到现场来断电抢修，互金门停电户数佫扩大，一度影响将近8,000户。各地灾情通报已经有141件，而交通也大受影响。金门大桥有加2八下晡6点恢复通行，小三通金门下门的航线29中昼进行停航，国内线的班机高雄来回金门2八时全部拢取消。另外，对本岛内游客拢无得出门，只好暂时留伫当地。两个就像那蹦蹦跳，只好明天才回去。海水一直灌入来，伫风台侵袭下，离岛的平湖也是真侪灾害。小门停车场拢淹水，市区上款也是大淹水。餐厅的看板也佫有青红灯、电火条啊，拢倒伫路边。今日巷仔内底规边的石砖仔壁也拢倒落。另外，真侪渔船毋是受损，就是船沉落去。只做少3、400万的，加算10几只愈看，凊彩嘛着1、2千万。平湖有超过10级的强风，相关的灾情通报到早起有将近100件。平湖县长也指示赶紧完成复原的工作。而杜苏芮风台中创离岛，就已经着渐来北移。气象局也伫2八下晡解除陆上加海上的风台警报。杜苏芮风台拄离开第6号风台卡努线来形成，离台湾要2000多公里。气象局预估上挖近台湾大约伫8月初1了后，这种分析未直接来定律。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呢，屏东的房山到东港沿海风影也是真大。琉球线今仔日搁再停一天，海影也甲这个粪扫甲大水槽拢扫入去凤冈渔港内底。另外，雾台乡的大武村伫个昨电力已经恢复了，也毋过另外道路的雾台2号桥是基站未调，互大水冲歹去。大海影现伫马祖甲顶悬，喷甲正悬的水花。东港河边镇海公园内大树互强风吹甲东倒西歪，清洁队据报中昼到现场，并来甲挡路的树仔刷开。风鱼桥卡渔船为了闪风影，停甲客。屏东东港285号雨甲风影渐渐增强，已经停航3天的东流甲洋流线，码头早尾灯显示29继续停航，游客只好改行程。因为那种风雨停驶啊，所以我们现在改计划去那个垦丁。小琉球岛因为树仔跌倒高压电线这个问题，捌有3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了后，到中昼也有282户停电。白沙尾角的白鸭港4家拢遭树蛙甲粪扫，恒春的山海渔港嘛有同款的情形，赶紧出动小船了来清理。渔港内无半只船，风港渔民提早因应，风台前就甲船刷去较安全的海口甲邦寮渔港。因为风台了后，大水槽出现，直接影响渔船进出1礼拜时间。可能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影响到渔民的出海，下午漂流木会更多。邦寮演习业者设置爆发的抽水设备甲水管，因为风台受损，影响上百户业者。有演习户发现抽无水，赶紧找人来修理。这拍起来在公路上是大派啊！安尼啊，你若做海水供应站，你若有做就是海水供应站咧供应啊，就无事再讲歹看。风台甲外围环流，互山区的雾台乡大雨落无停。地区大武村第27另外道路石头放落来，全村停电了后，2八又搁停水。另外道路的雾台2号桥透早冲毁，互土石砍去。
台电早起要来修理电力的时阵，卡伫桥顶。铲通站有困难，水很大，它怎么铲通沙子会一直不断的下来，所以只能说暂时的。好佳在部落内底120个居民目前拢平安，毋望便桥会当赶紧修理好，通好通行。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杜苏芮带来的风雨是损断真济农作物，农委会统计目前损失已经来到2600多万，其中是以花莲县占90%上济，主要是西瓜也有稻仔。也若主委陈吉仲昨是去花莲勘灾，伊答应会用上好的条件来补助农民。为着要了解花莲日期西瓜受损的情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28中昼带先到凤林镇中心部勘查小种西瓜，这个所在3天内已经落超过500毫米，250公顷的西瓜有一半受损。浸泡在水里所以它根部会腐烂。好天气以后，叶子会烂，然后再加上会裂果这一次的总面积250公顷应该啦初估大概会减少。大概1/2。另外，玉里镇专门种大种花圃西瓜的产区，3天累计雨量伫700至1000毫米，其中中量就有70多公顷的西瓜，差不多浸伫水，佫开始烂，损失超过1000万。瓜农是希望政府会当提高天然灾害补助。这个不是6万2的问题1公顷因为这个1公顷水施都应该到80万100万那其他资材肥料各方面的补助因为它这边今年就血本无归了嘛。农委会讲，只要雨量超过认定的灾害性天然参数，而且农民有耕作事实，拢会当免勘灾10天来救助。不过补助因为真少，所以希望未来会当推出农业收入保险。因为这个损失太庞大了，我们的现金灾救助不到他的收入的1/10，所以第二个我们会全面的来开办这一个政策型的西瓜的收入保险。除了西瓜以外，日期稻仔费用有番麦这农作物，也有用实的五果鱼、黄金兰损失嘛未少。根据统计，全国农业产物加民间设施损失累计已经达到2663万，其中花莲县就占90%，而且还佫伫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佫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审计部上新的报告指出，这几档政府是编真侪项特别预算，拢是去用贷款的方式，所以到去年的年底，这债务已经超过5兆。自由时报行政院公布第二季经济的成长率是1.45%，那准这后半冬的预测无变，所以今年的这个经济的成长率恐惊会降到1.95%。今年这个 GDP 要保2%，恐惊是真困难。另外，联合报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刘会长伫5天前，为着要支持工会的秘书长来选市长，伊是甲2个会员去刷户口，所以3个人以妨害投票罪判3个月。这3个人要求实现，不过昨宪法法庭是弃掉原本的判决，发回去予最高法院继续来审理。为着要支持这个特定的候选人，才去刷户口，互人查到是会以刑法来判刑的。也毋过，昨宪法法庭是宣判讲，虽然这条法律并无违宪，因讲到其实长期以来，若是伫共一个所在来做工课，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到选举权。未来会当搁再讨论。为着选举假刷户口，敢有违法？宪法第146条规定，若有人为着要互特定候选人当选，以刷户口刷无实际居住的方式得到投票权，判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有人认为这个法条影响签刷甲选举的自由，声称失宪，但是已被宪法法庭宣判合宪。这个限制人民依自己意愿选择选举区投票的自由，那这个目的是在维护选举的民主正当性与公正性。以实际居住选举区作为与选区的连结因素，以体现人民自我治理的民主原则。但是大法官也讲，居住的事实随社会变迁，应该要有无同的认定方式。人民基于持续就业而与所处的地区，也就是跟那个工作地，实质上建立政治社群的归属与认同感，也应该成为承认其在工作场所所在的选举区拥有选举权、参与政治社群、自我治理的另外一种正当性基础。
到底居住的事实，未来敢会使以长期做工课的所在来认定地区有选举权？宪法法庭表示，未来若要修法，可能会使加做修法的参考。记者阮张随台北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的是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正式启用。董事长表示，未来会来研发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这总裁也强调，会把高阶的技术留伫台湾。号称台版贝尔实验室的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预备正式来启用。台积电总裁韦铁甲讲，最近台积电因客户要求，伫世界各地起真侪产线，也出现真侪关心的声音。台积电是不是重心移出去？是不是有把所有的应该有的在台湾的发展都停顿了？我们要说没有，这个全球研发中心的启用，就是向台湾的人民说，我们跟留台湾。过往的所谓的去台化这样的言论，应该可以休矣。半导体我们会持续壮大。台积电展现留伫台湾的决心，伫台湾打造全球研发中心。经过3年时间，才起好这栋地上10站、地下7站的建筑，总面积大约是42座标准的卡球场。预计到月底进前会有超过7000人来进驻。为着伫全球保持技术领先，台积电研发的费用伫去年54.72亿美金，占营收比重的7.2%。今年研发技术增加到8%以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希望同仁至少爱带20年才回本。我们将更积极开发领导世界半导体业界的技术，探索2奈米、1.4奈米还有以下的技术。如果 Intel 真的可以做到1.8奈米，那它真的是打算弯道超车。当然，这个 Intel 虽然有这样的宣示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它到时候能不能够兑现。创办人张忠谋强调，台积电一路行来始终坚持技术自主研发的观念。过去10年，研发团队对全球的经济有真大贡献。因为你们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所以台积电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谢谢你们为了这个。张忠谋讲，研发甲英文团队合作，正做台积电制成的关键。另外，伊也提出英国海军的前地，搁再反复办公，唔通因为新大楼成立而衰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圣婴现象，和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了。今年的7月，就是地球有史以来上热的一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就表示讲，在地球即马已经进入烧滚滚的时代。美国最近伫几个所在，就拢看到有37度以上的高温。政府是宣布要投入几60亿的美金来改善温度升高的问题。大日头下，民众用各种办法降温，郊区是野火一直炭烧。北半球的天气一直真热，有专家指出，今年7月真有可能真做有记录以来上热月份。之前7月上悬温记录是在2019年，而今年7月全球平均的地面温度比当年同期悬出至少摄氏0.2度，更加比工业化进程悬1.5度。联合国就警告，全球已经进入烧滚滚的时代，真需要扩大再生能源的投资。We need a course correction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o that it supports accelerated climate action. That includes 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and pushing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to overhaul their business models and approaches to risk. So usually a temperature record occurs during El Nino years, and that's what we are just seeing. Bu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our human-induced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We keep burning fossil fuels. We keep putting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warms the planet. 而了乱北半球气候的适应现象才拄拄开始，有几秋冬才达到高峰。美国境内就有将近半数人口正处在高温的境界区，真侪所在最近气温超过37度。总统拜登因此宣布多项抗疫的政策，包含投入10亿美金来种树，同时要求头家要加强保护高温环境的特困的劳工。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s providing billions to communities to make buildings more efficient, make them more heat resistant, opening cooling centers for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the cities that the communities can go to be safe. 美国航空社是甲非营利组织合作，甲国内40艘标准货柜改造真侪冷气房，由当地已经连续28天超过40度，冷气货柜互流浪伫街路的人用小休凉一下。公视新闻牛间编译。
巴西南部的城市帕洛蒂纳有一间放赤鸭的仓库，伫7月27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也毋过无想到讲其他的几个仓库嘛拢对咧崩起来，上无有8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另外，伫咧稀烈的火烧山是去影响到弹药库，所以附近的徛家拢废弃，民众是赶紧疏开。发生爆炸的谷仓厝顶破一个大坑，巴西南部巴拉纳州的城市帕洛蒂纳的一个谷仓日前向发生爆炸，因为这个谷仓是当地农业合作社的，用地内底毋但一个谷仓，嘛引发其他的谷仓连环爆炸。地方政府嘛紧急动员差不多50名消防员去拍火。Temos estouro. Fomos ver o estouro. De repente, o segundo estouro já a chama de fogo e poeira e terra e pedaços destruindo tudo. Aí o povo começou a correr, né? Correr de medo e desesperado. Aí já tinha gente gritando, pedindo socorro, entendeu? 谷仓爆炸了后，周围徛家窗仔嘛因此破去，造成真侪人死伤，各有人下落不明。事发地点就距离当地首府西平600公里的所在，平常时都存大刀、小麦甲番麦。专家指出，要发生谷物稳定爆炸，有4个条件：是燃料、氧气、密闭性甲火源。这个爆炸详细原因该调查。今学时期，希腊中部、马格尼西亚州的佛罗斯地区受到高温引起山火影响，沿海城镇奈亚安西亚洛克斯的空军弹药库发生严重的爆炸，威力大到甲居民的厝放歹去，对来紧急出动数百名消防人员拍火，嘛紧急疏散附近12个庄仔头的居民。Το είδαμε ότι υπάρχει φωτιά στα πυρομαχικά της αεροπορίας και ακόμα και τώρα υπάρχει φωτιά και από τις εκρήξεις το αστικό κύμα έκανε τεράστιες καταστροφές. 虽然过去2礼拜因为高温甲强风的影响，国内各地一直爆发野火，到26为止累计死亡的人数包括2名消防人员，已经有5个人。伫东南欧国家克罗埃西亚嘛发生森林大火，拖烧的面积超过400公顷，900名消防人员到入面救灾。大火一度用要烧掉当地旅游胜地，暂时大火已经受到控制。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继续咱转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去年伫个行政院头前食酒赛车搁弄死人的这个嫌犯，这届国民法官是做伙出来参与审判。第一审是判伊7冬2个月，家属表示这判决也会当接受。伫个民事的部分，也会加讨1000万的赔偿。破案！我冷静啊！规身躯拢是酒味，对警察是一直连销话。这个查甫人李家修，伫去年11月，伫行政院头前的地下道，无照驾驶酒后赛车，搁超速，启动头前的驾驶，造成伊死亡。妨照公共危险罪等等起诉了后，日被一审宣判。这法官行过去审判的位。加入一般民众做伙审理，变作全台第一件酒后赛车致死案，是由国民参加审判的。虽然被告已经承认犯罪，但是合议庭审查相关事情，考虑到伊的犯行真恶质嘛真重大，无符合自首的要件，代志发生甲呾嘛无含死者的家属和解等等理由，判伊7年2个月，可会当上诉。酒后驾车肇事撞死的人是谁是无法选择的。要评价要非难的应该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所以应该列入中性的因子，也就是对刑度不会有所影响。这一点我是有被国民法官说服的。涉嫌啉酒赛车造成死亡，上重会当判10年。这摆无安尼做是有避讳的国民法官讲，袂当干那甲司法摕来做定法。嘛有国民法官受到开庭的过程，看到死者查某囝的相片，是比其他拢是花证据对伊的冲击搁较大。伊搁讲干那要哭出来。不过对判决的结果，死者的家属和委任律师讲，搁算是会当接受。有特别去考量到被害人家属的心情，这个部分对于判决量刑到中重度，我们是还可以接受。既然这边宣判了之后，就会开始进入刑复民的审理。被害人的家属嘛提起刑事、副民事的诉讼，包括死者囡仔的车养费、父母的慰问金等等，向李家修是求偿差不多1000万。台北地检署嘛会发予犯罪被害人赔偿金大约73万，未来阁打算提告向李家修来讨。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公布上新的数据，今年5月这车路的事故都有3万多件，比去年同期是增加2成多。另外，伫最近无让过路人是掠甲真严，也毋过也有过路人违规的行为，所以即马交通部是当咧收集违规的形态，无排除会增加处罚过路人的法规。5月车道安全状况阁恶化，交通部公布上新的数据，5月拢总有3万4千多件事故，比去年同期增加6千多件，增加23.5%，造成270个人死亡，45556个人受伤，死伤拢比去年同期较低。交通部已经要求县市政府提报告含改善的对策。另外，6月底开始重罚无让行人的，但嘛出现过度停让的争议，交通部嘛要想对策。汽车为这个停让行人，那相对的在就是说书上衍生出来一些行人违规踏样的这个部分，处罚就必须要相对要针对这个哪些违规踏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大概会在近期完成这个检讨。交通部讲，过去交通管理是车本主义，即马是转做人本主义。对5月开始启动到各县市视道人行宽景，尤其学校边是重点改善区，嘛会变相关预算，互地方政府去申请。另外，交通安全的权责安怎厘清？交通部已经第27完成部版本的交通安全法，马上去行政院。这主要是就是对于中央跟地方的分工你们要做什么？还有部会事实上很多部会都。也对于跟交通安全有关，期待说这样的法令规范每一个人在道安的扮演角色是什么，然后也规范说他的这个道安的经费的来源大概是哪一些地方。另外，针对民众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案，希望放宽严重超速的规定，对超过上限速限的40公里，修正变作过去的60公里。交通部回应讲，严重超速是恶性的违规，会维持即卖规定，嘛看感觉要加重处罚。对上新的道安数据继续恶化，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发出声明讲，政府对去年就发出今年的道安事故要降到5%的目标，但是相关的作为同款是车本思维，事实上才会无共颠倒变质。会找相关团体去游行，要求政府提出政策。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咱要来关心海洋资源的议题。渔业署伫去年修法规定，8月到12月底是禁止渔船掠抱卵的金马。今年这规定是搁较严格，若准看到即个金马的腹肚迄块壳无伫咧，也袂使卖。这是惊生意人甲有卵的部分剥落来，硬要卖。人客来啊，万里古坑渔港的大商真心实地介绍渔产，亲像真侪人客都是为着抱卵的万里进来的，但是大商嘛讲，即马来源是愈来愈少啊，越来越小，而且单价越来越高，因为野生的螃蟹真的越抓越少。因为之前也都没有保育，很小只，一点点，然后爆蛋的母蟹都在吃。为了让渔业资源会当永续，渔业署规定讲，当年8月到12月底禁止渔船去掠抱卵的母禽。去年第一摆实施了后，发现讲有一寡乌级的店家伫遐卵芳，配合的鱼池啊，世界拢看到红蛋条的卵，因为只要无伫金马身躯顶看到卵，就会当卖啊。因为安尼今年佫规定讲，干卵摕掉这种金马共款袂当卖。去年规定以后抱卵母蟹不能捕捞嘛，可是，在市面上看到有一些把护甲剥离了，我们就把那个说你抓起来不能有剥离的问题。渔民他对资源保护的一些概念，或者是新一代的渔民上来，他其实他有一些概念，他是本身就有了，所以说。有一些渔民他已经逐渐接受了，因为违规的上悬要罚15万。万里区的渔会强调讲，虽然讲渔民和大商的收入是受到影响，但是赞成海洋要保育，因拢愿意配合。因为这个问题很具体，人类也会怀孕，我们身边养的动物也会怀孕。那螃蟹怀孕不应该抓，其实大家很容易感同身受啦。当初伫网络发声，希望让民众注意到抱卵母禽的保育。即卖学者对这项保育政策是感觉真安慰，甚至认为讲进步的时间要延长。渔业署是强调讲会不定期去稽查，把相关的规定做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是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
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